现在你去香港的银行，很容易遇到一群大陆人在门口排着长队，他们是要干什么呢？7个字：开户、存钱、吃利息。吃香港银行的利息比吃内地银行的利息可真是香太多了。我们知道港元币值是跟美元汇率挂钩的，美国加息，美元升值，港元也跟着水涨船高。3月份一港币可以换0.8元人民币，现在呢，一港币可以兑换0.92元人民币。港元不仅购买力更强，而且利息也更高。你把钱存在内地的银行，2%的利率你很可能都拿不到。相比之下，不少香港的银行港元定期存款利率都在4%以上，甚至呢，有些银行对跨境客户推出了逆天的9个点美元定存，这样的利率真的是会让人两眼放光。现在你去汇丰银行开户预约要足足等1个月。不过呢，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跟风往前冲呢？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谨慎。你看，美国现在已经进入加息尾声了，甚至于明年可能还会降息。到时候你把钱取出来了，美元和港币双双进入贬值通道，人民币进入升值时间，那你可就吃大亏了。一不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财富的世界就是这么现实和残酷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迟到的韭菜当烈士。那么你还会考虑把钱存到香港银行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。